邯鄲冬至夜思家。白居易。邯鄲驛裡逢冬至，好室燈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還應說着遠行人。我哋成日講冬至大如年，呢句說話係指冬至好似農曆新年咁重要，可想而知冬至對華人嘅意義有幾大。冬至係一個好有儀式感嘅節日，我哋會食冬至飯，食湯圓，最重要係同家人團聚。對於遠離家鄉喺外地工作或者讀書嘅人，每逢冬至就會更掛住家人。呢首詩嘅作者白居易就係其中一個。白居易係唐代詩人，佢寫呢首詩嗰陣時32歲，嗰年佢啱啱中咗舉人，被派到河北嘅邯鄲工作。喺冬至嗰晚，佢獨自返去客店，諗起屋企嘅親人，就寫咗呢首著名嘅思鄉作品。古時嘅客店當然唔似得而家嘅酒店咁會有暖氣。白居易一個人喺客店裏面覺得好凍，於是抱住自己雙膝，等自己暖啲，同時想象自己被家人圍抱。喺古代當然亦冇電話同 FaceTime， 白居易望住自己牆上嘅影子，覺得呢個就係唯一陪伴自己嘅親人。明明就係白居易自己掛住屋企人，但係佢就調返轉，想象自己喺屋企同屋企人團聚，仲坐埋一齊。屋企少咗一個人喎，白居易呢？佢猜想喺呢個時候，屋企人一定會諗，冬至呢個咁重要嘅節日，屋企就只差白居易。佢哋會諗起佢，會掛住佢，就好似佢自己掛住屋企人一樣。佢哋應該已經開始講起呢個遠行嘅親人啦。喺1200幾年之前，白居易示範咗通過想象同寫作，以不一樣嘅方式同親人團聚，直到今日仍然能夠安慰我哋嘅心靈，仲俾我哋知道過時過節可以點樣抒發對親人嘅思念。